本澳通脹持續上升，通脹率達到5.36%。有學者建議，先由公共事業例如水費、電費等等維持唔加價，向社會其他嘅行業起示範作用。並且希望企業喺高盈利嘅情況之下，適當提升僱員嘅薪酬。李國賢報導。近年隨住經濟急速發展，通脹壓力大幅增加，通脹率達到5.36%，基層居民生活壓力大增。社會科學學會理事長關鋒指出，經濟增長必定會伴隨住通貨膨脹，解決通脹壓力較可行嘅係公共事業，例如係水費、電費同電話費等，帶頭唔加價或者加幅少啲，向社會其他行業起示範作用。並希望私人企業喺高盈利嘅情況下，僱員嘅薪酬亦應該適當提升，俾居民可以分享經濟成果。其實呢嗰個經濟增長比較強勁底下呢，企業呢係有一個可觀嗰個盈利嘅空間。咁其實呢個都係帶俾呢，就係話個工資有一個提升嘅空間。咁提升個工資去係高過嗰個通脹，我自己會睇到呢係一個比較積極一啲嘅做法，而且喺某程度上嚟講，呢個亦可以係體現到就係整體嘅居民係分享經濟增長為我哋帶嚟個成果。而美元持續疲弱，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加速咗澳門輸入性通脹嘅壓力，令到食品同副食品嘅價格上升。關鋒建議可以考慮由其他國家或地區輸入食品，但佢認為喺通脹問題上並非用單一嘅措施就可以解決，需要多種措施多管齊下共同去解決。